使你讀書考試咁大壓力，我哋又要返工喎，邊有咁多時間咧煮一餐豐富嘅俾佢哋補下？如果有專家教路嘅，你話幾好呢？讀書工作壓力大，生活緊張，容易飲食失衡，往往衍生健康問題。我會以中醫嘅角度為大家解救健康營養飲食。3月14日，我同大家一齊餐餐有衣食。參考最近幾年嘅數據，其實同學就算考到33222嘅成績，都唔一定可以入讀到本地嘅大學㗎。2014年就有約40%符合大學最低入學資格嘅同學，要透過聯招以外嘅方法繼續升學。聯招以外嘅升學途徑其實有好多，包括自資學位、高級文憑等等。我鼓勵家長多啲陪伴子女，同佢哋一齊籌劃升學出路，為應考 DSE 作好準備。4月18日，父母 DSE 攻略。